港人喺灣區置業最注重就係交通啦。中山中興智慧城嘅位置真係冇得彈啦，距離深中通道出口只係得800米嘅啫，1-2分鐘車程就可以到啦。喺對面有個香山站，預計2026年嘅年中咧就會通呢個廣州18號線嘅延長線啦。未來仲會通去呢個嘅中山市區啦，同埋通落去呢個拱北珠海，仲會連接去深圳添。再睇埋周邊嘅環境配套，我哋項目對面咧有個相等於維園6.5倍翠湖公園，咁靚嘅公園景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景添。未來亦都有個沙灘公園，咁啊週末可以帶啲屋企人過去行下咧，悠哉悠哉嘅。香港嘅朋友仔咧最關心就係醫療啦。我哋項目嘅斜對面咧已經有一個人民醫院南朗分院嘅24小時門診部，未來成個馬鞍島咧會規劃7個醫療機構。我哋嘅項目係一個綜合體嚟，咁值得一提就係喺我右手邊就係一間萬豪酒店啦，同埋左手邊呢棟就係我哋中興嘅研發總部。未來都有個城市候機樓，可以直達5大機場添。而家中山越嚟越好，絕對適合大家翻嚟自住、退休、度假，甚至乎資產配置添。好多朋友仔會上嚟我哋展銷廳，或者可以約我哋同事上去實地參觀。